喺香港，如果你同人講，喂，下晝去食碗米線啦，以前大家第一時間實係諗起譚仔或者三哥，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呢句說話後面通常會跟多一句，仲食譚仔，70蚊碗喎，不了。今時今日，行入深水埗、旺角，甚至係你屋企樓下個商場，你會發現成個米線界嘅江山已經變晒色。以前嗰班着住圍裙、操住嗰口親切譚仔話嘅姐姐，好似慢慢消失喺大家嘅視線入面，取而代之嘅係一間又一間標榜住正宗過江龍、重慶原味道嘅新品牌。大家有冇諗過，點解以前30幾蚊有交易嘅平民一物，依家要賣到成70蚊一碗？最吊詭嘅係，當譚仔呢類老牌巨頭喺2024年、2025年開始面對業績下滑，甚至要縮減規模，黯然淡出部分核心地段嘅時候，嗰啲賣得仲貴，甚至要排長龍嘅過江龍，反而贏盡街坊口碑。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呢個米線霸權崩塌背後嘅真相。講返轉頭，我哋要明白香港人對米線嗰份情結，真係要由2000年左右講起。嗰陣時香港經濟經歷完沙士，大家荷包都係乾乾地，譚仔米線嘅出現簡直係救星。幾十蚊有一大碗麵，啲炸醬、粽肉、酸辣湯底，真係食到人舐舐嚟。嗰陣時嘅譚仔姐姐20幾歲做到50幾歲，佢哋唔單止係員工，直情係香港文化嘅一部分。但係當一間公司行到要去上市，變成一間大型跨國企業之後，成件事就變晒質。2017年，日本嗰間丸龜製麵母公司收購咗譚仔同三哥，嗰陣時大家仲以為可以發揚光大，點知呢個就係沒落嘅開始。當你將一碗充滿人情味嘅米線變成一組組數據、一個個霎標準作業程序嘅時候，靈魂就冇咗。依家你去食，你有冇發覺啲湯底淡咗？啲肉好似薄咗？最攞命嘅係個價錢好似坐火箭咁升，由以前30幾蚊加到40幾，再加到50幾，依家隨便嗌2個餸，加杯凍檸茶，埋單真係要成70幾蚊。70蚊食一碗米線，對好多打工仔嚟講，真係一個心理關口。以前我哋會覺得食米線係窮有恩物，依家食米線變咗中產消費。咁點解呢個時候嗰啲過江龍可以成功插旗？大家留意下，近年喺深圳、廣州好紅嗰啲米線鋪，好似乜乜陳家、乜乜姐，佢哋嚟到香港，雖然價錢都係賣緊60、70蚊，但係人哋俾到你嘅係乜嘢？係體驗。人哋嗰啲酸菜魚米線，啲魚係即叫即切嘅，個湯底係用大骨熬足幾多個鐘嘅，唔係用粉開出嚟嘅。香港人好精㗎嘛，2026年嘅今日，資訊咁發達，邊間係真材實料，邊間係工廠預製菜，大家一食就知。當譚仔仲喺度賣緊嗰啲10年如一日，質素仲要走下坡嘅配料時，過江龍已經將個戰場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我之前喺旺角見到一間新開嘅過江龍米線，賣緊78蚊一碗招牌米線。我心諗，咁貴，邊有人食啊？點知門口排隊排到去街尾。我入去試咗一次，終於明白點解。人哋個裝修好似打卡店咁靚，啲碗筷乾淨利落，最緊要係碗麵一上台，陣香味係真係轉入鼻窿。嗰種麻辣嘅層次係有前條、中條同後條，唔係得個死辣。呢啲就係點解街坊願意俾多10零蚊轉場嘅原因。大家唔係唔捨得食，係唔捨得俾錢去食一啲唔值得嘅嘢。再講，譚仔近年嘅策略真係令人睇唔透。佢哋不斷推出埋一啲奇奇怪怪嘅新品，乜嘢朱古力酸辣米線，乜嘢創意配搭。講真，香港人對米線嘅要求好簡單，湯好、粉滑、料足。你搞咁多花神，倒不如執好個湯底先啦。而且隨住北上消費成風，2023年、2024年開始，大家個個禮拜返深圳食好嘢，眼界開咗。深圳啲米線賣緊20幾蚊人民幣，質素仲好過香港。返到香港，你仲賣緊70蚊，如果仲係咁難食，街坊點會買你張？呢種落差，
直接導致咗路牌連鎖店嘅潰敗。好多人話香港鋪租貴、人工貴，賣70蚊係迫於無奈。但係點解新品牌一樣要交貴租，一樣要請人，人哋可以做得起？呢度就涉及一個性價比同價值感嘅問題。如果我俾70蚊，你俾我嘅服務係姐姐黑口黑臉，催我快啲食完走人，碗面又係霉霉爛爛，我下次一定唔會再嚟。但係過江龍聰明在，佢哋將餐飲變成咗服務業，佢哋會關注客人嘅口味，會提供免費嘅小菜，甚至連紙巾都印得靚過人。呢啲細節對於依家追求生活品質嘅香港人嚟講，非常受用。我記得有個街坊同我講，佢話以前50幾歲嗰陣，每個禮拜都要食3次譚仔。依家佢62歲啦，佢話佢已經有1年冇踏入過嗰間鋪頭。佢話唔係我變咗，係佢變咗。呢句話真係好心酸。一個陪伴咗香港人幾十年嘅品牌，由街坊食堂變成了資本市場嘅玩物，最後失去咗最寶貴嘅群眾基礎。其實譚仔嘅黯然退市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大家有冇留意到呢2年好多分店都靜悄悄咁閂咗，或者係搬咗去一啲人流冇咁旺、租金平啲嘅死位？呢個就係品牌老化同競爭力下降嘅信號。與此同時，過江龍嘅擴張速度驚人，佢哋唔單止喺核心商業區插旗，仲深入到屯門、元朗、將軍澳呢啲住宅區。佢哋贏嘅唔單止係味道，仲有一種新鮮感。你要知道，喺香港做街坊生意，最緊要係嗰份信任。以前我哋信任譚仔，因為佢代表咗穩定同平靚正。當呢份信任因為價格瘋漲、質素下降而崩潰嘅時候，街坊轉身就走，係好決絕嘅。70蚊碗米線其實係一個信號，反映咗香港餐飲業正經歷緊一場大洗牌。舊有嘅模式，如果只係識得靠加價嚟維持利潤，而不斷削減成本、降低質素，最終只會被市場拋棄。過江龍點樣贏盡街坊？其實秘訣好簡單，就係尊重2個字。尊重客觀嘅味蕾，尊重大家辛辛苦苦賺返嚟嘅嗰幾十蚊。人哋會用新鮮嘅黃豆整豆花，會用新鮮嘅酸菜做底，會研究點樣令到碗米線喺外賣送底嗰陣仲係爽口彈牙。呢啲心思，街坊係感受得到。2026年嘅街坊唔再係以前嗰班淨係求飽肚嘅人，大家識得追求層次，識得追求健康，更加識得追求嗰份食得開心嘅感覺。有啲人可能會話，過江龍只係貪新鮮，過咗一陣就會淡。但你睇返呢幾年，有邊間真正做得好嘅過江龍係做唔長？反而係嗰啲食老本嘅本地龍頭，一間接一間咁出事。呢個現象其實好值得我哋反思，點解我哋自己嘅品牌反而守唔住自己嘅門口？係咪因為我哋太過依賴以前嘅成功經驗，而忽略咗世界已經變咗？講到呢度，我諗起一個喺深水埗做咗30幾年餐飲嘅老前輩，佢今年已經70歲。佢同我講，做食肆最忌係你得人一次，唔到第2次。你賣得貴唔係問題，問題係你俾唔俾到對等嘅嘢人。呢句說話真係金石良言。70蚊碗米線有冇人食？有，只要你碗米線值得70蚊。但如果嗰碗麵只係價值30蚊，你賣70蚊，就係喺度透支緊品牌嘅命數。展望未來，香港嘅米線市場競爭只會越嚟越激烈。過江龍會繼續帶嚟新嘅口味、新嘅技術，甚至係新嘅營銷方式。而本地品牌如果想要翻生，就必須要痛定思痛，回歸初心，唔好再諗住點樣靠啲奇怪新品嚟吸睛，踏踏實實返去廚房，由揀選每一條米線，熬好每一鍋湯底做起。我成日覺得一碗好嘅米線應該係有一種力量，可以令到一個辛苦咗成日嘅打工仔喺嗰短短嘅半個鐘頭入面得到一種安慰。呢種安慰係唔應該被價格標籤所定義，但絕對係由質素所支撐嘅。當有一日
我哋入到去一家米線鋪，唔再需要擔心佢今日嘅湯底會唔會好似水咁淡，唔再需要因為嗰70蚊而覺得心痛，咁樣香港嘅米線文化先至算係真正嘅重回正軌。所以話，譚仔嘅故事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啟示。喺呢個變幻莫測嘅年代，無一個品牌可以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唯有不斷進化，唯有始終將客人放喺第一位，先至可以喺呢個充滿挑戰嘅市場入面生存落去。下次如果你行經街頭，見到嗰啲大排長龍嘅過江龍米線店，不妨入去試下，感受下人哋點解可以喺咁艱難嘅環境入面贏得街坊嘅心。同時，亦都希望我哋本地嘅品牌可以生生性性，揾返嗰份屬於香港人嘅味道。其實講到尾，大家對食嘅追求，從來都冇變過，變嘅係人心，變嘅係商業模式。但只要你肯用心做，就算係一碗最簡單嘅米線，都可以變成傳奇。我哋唔希望見到更多嘅黯然退市，我哋希望見到嘅係百花齊放，係每一間鋪頭都能夠憑實力贏得街坊嘅掌聲。大家下次食米線嘅時候，不妨多啲留意下碗入面嘅配料，個湯底嘅厚度，甚至係店員嘅態度。你會發現呢70蚊入面包含嘅學問，遠比你想象中要多。呢場米線之戰仲未完，到底邊個可以笑到最後？大家拭目以待。喺呢個咁捲、咁競爭激烈嘅餐飲世界，生存從來都唔容易。由以前20歲出頭就開始食米線嘅我，到依家見證住成個行業嘅興衰，我感觸真係好深。米線唔單止係一餐飯，佢係香港人生活節奏嘅縮影。由快、平、準，到依家追求品質、體驗、氛圍，成個過程反映咗香港社會嘅轉變。譚仔嘅衰落，其實亦都反映咗一種大企業病。當一個決策要經過無數個層級、無數個會議，最後出到嚟嘅嘢往往已經失晒真。佢哋失去咗對市場嘅敏銳度，失去咗對食材嘅堅持。而過江龍好多時係創始人親自坐鎮，或者係有一套好完善但又靈活嘅機制。佢哋敢於創新，亦都敢於投資喺食材度。我試過喺一間過江龍店，見到佢哋嘅廚師喺度手打肉丸。依家呢個年代，仲有邊間連鎖店會幫你手打肉丸？大部分都係工廠整好一粒粒，送嚟鋪頭滾熟就得。就係呢份堅持，令到街坊覺得呢70蚊俾得值。你食得出嗰份彈牙，食得出嗰份肉鮮味，呢啲係機械生產永遠替代唔到嘅。而且服務方面嘅落差，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原因。香港好多老牌餐廳，啲姐姐可能做咗好耐，變咗老油條，態度有時真係幾趕客。但過江龍通常會有一套好嚴格嘅培訓，啲後生仔女員工雖然未必有老姐姐咁熟練，但係勝在有禮貌、有笑容。喺2026年，香港人生活已經夠晒壓力，食餐飯都係想舒舒服服。如果你俾70蚊仲要買難受，大家梗係寧願去一間會同你講聲多謝嘅鋪頭。我諗返起2010年嗰陣，譚仔仲係好有活力。嗰陣時佢哋會同插畫家合作，會搞一啲好有創意嘅廣告。但依家呢，廣告係多咗，但係內容變到好蒼白，好似想捕捉後生仔嘅心，但係又捉唔到個神髓。呢種中年危機，其實好多本地老牌企業都有。佢哋想轉型，但係包袱太重，想保持傳統，但係傳統又慢慢流失。至於過江龍，佢哋好聰明咁利用咗互聯網嘅力量，佢哋會喺社交媒體度同客互動，會聽客嘅意見去調整口味。如果有人反映個湯太鹹，佢哋真係會即刻改。但你試下喺譚仔反映，個姐姐可能會答你係咁㗎啦，不嬲都係咁味。呢種僵化就係衰落嘅根源。講到呢度，我唔係想踩低本地品牌，我只係覺得好可惜。明明米線係喺香港發揚光大，由一隻醜小鴨變成黑天鵝，最後卻要拱手相讓俾外嚟品牌。我真係好希望見到有啲新興嘅本地米線品牌可以接棒，
用返香港人嗰種靈活多變、精益求精嘅精神，去重新定義乜嘢係一碗好嘅米線。可能有人會問，如果連譚仔咁大嘅規模都做唔住，小店米仲難生存？其實恰恰相反，依家係個性化消費嘅年代。小店如果可以做到極致，做到有特色，街坊係會好支持嘅。我有個朋友喺大埔開咗間細細地嘅米線鋪，得10幾個位。佢堅持每日用鮮雞熬湯，啲雞肉碎仲要自己慢慢炒香。佢賣60蚊碗，每日都賣晒。呢個就係實力。香港人其實好可愛，只要你係真心對佢哋好，佢哋會加倍回饋你。譚仔以前之所以成功，就係因為佢哋嗰種親民。可惜上市之後嘅佢哋，似乎忘記咗嗰班喺街角支持佢哋幾十年嘅街坊。佢哋追求嘅係利潤率，係每季嘅財報，而唔再係客人碗入面嗰份飽足感。2026年嘅夏天，香港嘅街頭依然熱鬧。我行過一間又一間嘅米線店，見到有人喺度細味緊過江龍嘅麻辣，亦都見到有人仲喺度回味緊以前譚仔嘅味道。呢個世界不斷喺度變，唯一不變嘅係大家對美好生活嘅向往，同埋對一碗熱辣辣、香噴噴米線嘅熱愛。70蚊一碗米線，其實買嘅係一種生活態度。如果你俾到我一份物有所值嘅驚喜，就算係80蚊、100蚊，我諗都會有人買單。但如果你只係想靠個名去割韭菜，咁對唔住，香港人嘅錢真係無敢逆賺。最後，我想同所有喺餐飲業打拼嘅朋友講聲加油。無論你係本地老牌，定係過江龍，競爭係必然嘅，但良性嘅競爭先至會帶嚟進步。希望喺嚟緊嘅日子，我哋唔使再北上先食到好嘢，喺香港嘅大街小巷都可以隨便揾到一碗令我哋心滿意足嘅米線。呢個故事其實唔單止係講緊米線，亦都係講緊香港呢座城市嘅韌性同適應力。我哋經歷過咁多風風雨雨，由2003、2019到2026，香港人依然係咁精明，依然係咁追求卓越。只要大家唔放棄，我相信香港嘅餐飲業一定可以揾到新嘅出路。講咗咁耐，我肚都餓啦。今晚去邊度食米線好呢？係去試下嗰間新開嘅過江龍，定係去揾返間仲有良心嘅本地小店？呢個問題留返俾你哋自己去探索。記住，最好食嘅嘢永遠係嗰份用心。當你食到一碗令你感動嘅米線，嗰70蚊就真係唔再重要啦。大家有冇諗過，如果有一日連過江龍都變咗質，我哋仲有乜嘢食？所以我哋做消費者嘅，其實都有一份責任，要去支持嗰啲真正用心做嘢嘅鋪頭，無論佢係大定細，無論佢係咩背景，用我哋嘅港幣去投票，去話俾個市場知，我哋到底想要啲乜嘢。我哋唔想要嗰啲冷冰冰嘅工廠味道，唔想要嗰啲公式化嘅笑容。我哋想要嘅係嗰份熱騰騰、有溫度、有靈魂嘅香港味道。呢場米線革命其實先至啱啱開始，大家準備好未？一齊去發掘更多屬於我哋呢個時代嘅美味回憶。喺呢個充滿挑戰嘅年代，每一個選擇都係一種態度。選擇食一碗乜嘢樣嘅米線，其實都反映緊你對生活嘅要求。2026年，香港人依然會喺呢條米線之路上面尋找屬於自己嗰份最真摯嘅味道。唔理係70蚊定係100蚊，只要值得，我哋就一齊撐落去。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呢碗米線嘅故事仲有排講。下次大家食米線嗰陣，記得諗起我講嘅呢番話。睇下你面前嗰碗麵，到底係一碗純粹嘅食物，定係一個時代嘅見證？我哋下次再見。